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咧17去北检声援国民党集会的时阵，话讲支持党国，引起社会的议论。那今仔日早起总统赖清德伫咧台北参加主会堂无娘文化季的时，蒋万安伊嘛有去，不过两个人拢无啥物互动。不知个在电视的时阵双方拢有讲到希望社会安定。 受邀请来嘉年华示警起驾仪式现场，内政部长刘世芳甲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伫入口的所在讲话，听候台北市长蒋万安、总统赖清德陆续到会场，赖清德甲蒋万安简单握手致意。是真要当面向总统提解散国会吗？ 蒋万安进前去北检声援国民党集会活动，提出祷告了后，头一届甲赖清德共台，两个人伫庙方人员引导进入主会堂参拜。活动时阵，两个人各坐一边，中央是庙方人员一前一后上台致辞，拢祈求国泰民安。最近，台湾面对外在形势的险峻，内部社会也不应该再有太多的风雨与纷扰，一起努力向前，为民 谋取最大的福祉。我足希望在咱上山主会堂母娘保庇之下，咱国家会当安全，社会会当安定，人民会当安居乐业。针对北检侦办为做罢免连署案，声压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，8日透早裁定无报请回，蒋万安表示将唔甘全力声援。其后，民进党议员呛讲蒋万安进前到北检参加集会是带头违法集会，为难台北市警察。 确实就是有不法的事实嘛。今天如果没有不法的事情，其实也不用这么大动作。北院的裁定也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，黄旅锦如主委并没有犯罪的事实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一暗到北检声援黄丽锦如，再去国到台东市党部出席政策说明会，就乡亲2日上开刀表达心声。我们真正总动员是4月26号对赖清德来怒吼，我们共同反恶霸、战独裁。大罢免，大成功。 到伫国民党上街头前一礼拜，网称8将等人就拒绝统战守护台湾大会，下晡伫开刀上场，真侪立营民代嘛到场宣讲，罢免哪位的团体嘛伫现场摆打拼2阶段连署，大罢免小拼场战线扭到街头，持续伫对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